Mirror 成員呂爵安4月頭先發佈咗新歌《天天都是愚人節》，應該呢排有少少空餘時間，即刻走去打籃球啊！而佢打波嘅片亦都被 upload 咗上去社交平台。見着住黑衫白褲戴住 headband 嘅 Eden， 無論 catch and shoot， 抑或急停跳射都有板有眼喎。當中3分波更加超準，出手果斷，手起刀落，連入幾球啊！令到在場波友都嚇一跳，更加問 Eden： 你打職業㗎？你唔係唱歌嘅咩？超搞笑啊！之後就算有防守球員飛撲，亦都冇影響Eden嘅準程度，最終更加絕殺比賽啊！在場嘅籃球教練更加讚佢係佢見過最準嘅歌手啊！其實Eden入咁多3分波絕對唔係好彩，佢曾經講過以前從來都唔射3分波，因為拍攝劇集季前賽而開始練習3分波。之前更加喺三啤杯籃球明星賽參加3分波大賽，又有音樂才華，又有運動天分，唔怪得知係咁有新嘅雀屎入坑啦。